新年平安。平安。真欢喜咱伫初一的早起吼，咱会当组织即个所在，咱要将咱今日今年上好的日子吼，要献给上帝，也要伫今仔日，咱要领受上帝归当的祝福吼。所以咱是有福气的百姓，会当伫即个所在来享受上帝赐落的恩典，赐落的听。所以咱要开始咱的敬拜进前，我要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来感谢咱的上帝带领。这圣经诗篇28篇第70讲，耶和华是我的气力，也是我的盾牌，是我心倚靠伊，我的心倚靠伊，就要得到帮助，所以我的心就爱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要来学乐伊。主是看伫咱学乐的主，伫过去的日子，伊安怎带领咱这时阵咱来献上感谢，献上学乐。我阁无几工吼，我就要变都60岁啊，就对啦吼。过去的60冬，因为有主甲我同行，所以我无惊吓。虽然有一个挑战，不过上帝会保守，上帝带领，互我一尽拢得到平安。我相信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这时阵，我头来看咱过去的时阵，又万咱献上感谢，献上学乐，因为上帝留咱性命伫这世间，享受伊所赐落的一个福气，一个恩典。所以咱这时阵，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先为着咱领受上帝恩典，咱先献上感谢，献上学乐。所以咱开声，为着咱上帝带领，咱开声来学乐伊，来感谢伊，咱开声来学乐。还有我感谢上帝你的带领，上帝你引带，互阮会当因为主甲阮同行，阮都无惊吓。有主甲阮同行，阮都领受上帝你的赐福。今日上帝你为阮预办的道路顶面，是暖的恁自由，暖的恁喜乐。阮特别伫新正开始的6天，我们献上一切感谢，甲学乐伫上帝你的面前，对上帝你凡咱所有的姊妹，咱伫早起的敬拜中间，搁一遍来献上学乐以外，搁一遍来领受上帝你大的赐福，咱万圣的中间，还有我感谢你，学乐你，还有要是主感谢上帝你的圣名，咱有几项代志，咱伫新年的中间，咱一定爱祈祷，爱献上感谢，献上恳求。头一项，咱为着咱新的一冬有平安来祈祷。圣经在讲，约翰福音14章27节讲，我留落平安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我所赐的，毋是世间人所会当赐的。恁的心毋免忧愁，嘛毋免惊吓。所以咱为着咱新的一冬得到平安，咱一定要大声来祈祷，因为有平安，咱的福气也就到阮伫底。有平安，咱就自由。第二个，咱为着咱新的一冬。阁有继续有愿望来祈祷，我想这愿望是较要紧的。等咱活伫这世间，咱无愿望的时阵，咱的日子就要怎过？都是主讲，坚守咱所承认款的愿望，无得到摇动，因为迄个应允咱的是迄个信息的，是信息的耶和华应允咱一切所求的。所以咱的愿望在伫耶和华，咱的愿望在伫咱的祈祷。所以咱伫新的一冬。因为上帝当互咱继续有一个愿望，有一个确信，会当向前行。第三项，咱为着咱新的一冬有新的开始来祈祷。这以赛亚书43章讲，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候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的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咱相信新的一冬有新的开始，所以咱开声。为着咱新的一冬有平安，为着咱新的一冬，咱继续有愿望向前行。第三，为着新的一冬有新的开始，咱开声来祈祷。来，主要是要做为着阮新的一冬向前祈祷，可以上帝你担当阮头前所要行的路程。虽然阮一个困难，一个挑战伫阮头前，总是我相信上帝你讲，你要赐我平安互阮。我完全伫你的平安内底时阵，我都无惊吓，我都无摇拽。我要将一切交伫主你的手，相信主你要赐落迄款的平安伫阮的生命中间。当上天的平安进入阮的心中的时阵，阮的心就无惊吓。主啊，感谢上帝你，让我新的一冬，互阮有
继续想起上帝你对阮生命中间的应允，互阮知影要安怎持守迄个愿望向前行。求上帝帮助阮，互阮永远记起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通倚靠的上帝，你是互阮生命带来愿望的上帝。求上帝会当互阮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互阮搁一遍向前行。无论头前的路站是安怎，我相信上帝你有你美好的计划伫阮的生命中间，你留活命伫阮伫这个世间，确实你有你美好的计划，阮愿意遵行上帝你的计划。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愿勇敢来向前行。还有阮从所有兄弟姊妹，仰望主你的圣手，求上你垂听阮所恳求的，赐予你的平安，赐予你的愿望，赐予一个新的开始伫阮生命中间。我哋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煞只，咱阁有一寡代志，咱来祈祷吼，为着咱新的一天，会当将咱的焦点放伫上帝的心中。真侪时阵，咱甲咱的焦点放伫咱家己困难顶面。加工希伯来书12章第1到第2讲，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等咱把咱的眼目注视伫耶稣基督的身上时阵，一切困难、一切挑战拢要排除。咱常常就是看边啊，一个困难，看边啊，一个人，咱就滑倒。加讲咱爱新的一天，咱将咱的焦点，我们的焦点要放在神的身上。第5项，咱为着新的一天，会当甲人有和睦来祈祷。罗马书12章讲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甲人和睦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代志。咱毋若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咱甲人嘛爱建立好的关系。当咱甲人建立好的关系、和睦的关系，无论咱厝内的人，无论咱工课顶面的同事也好，咱的同学也好，还是咱的厝边也好，当咱有好的关系时阵，咱的新的一天就要充满了欢喜，充满平安，充满祝福。所以咱为着咱家己新的一天，会当甲咱的甲人有和睦，咱来天天祈祷。第6，为着新的一天是一个有祝福上帝祝福满满的一天，咱来天天祈祷。民数记第6章24到26讲，愿耶和华赐予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予伊的面成就你，赐恩予你；愿耶和华恩你伊的面恩你，赐你平安。咱的耶和华是赐平安、赐福气的上帝，所以咱恳求上帝，当伫咱新的一天，咱持续会当来领受这款的福气。所以咱为着咱的新的一天，将焦点放伫上帝的心上，为着新的一天，甲人和睦，为着新的一天，会当领受上帝祝福。咱献上祈祷，开声来祈祷。还多是主，为着阮的新的一天献上祈祷，特别新的一天，各位上帝，你会当互阮注目，也是上帝你的心上。我相信上帝你要带了阮头前的路障。各位上帝你帮助阮，我伫新的一天，愿当甲阮的亲人，甲阮的同学、同事，甲阮的厝边，建立好的关系。我相信，咱好的这关系时，上帝你要互阮这款的生命中间的道路顶面，都要有我的祝福，我享受上帝你伫阮生命中间带来的喜乐、开心和平安。各位上帝你祝福阮每一个一天，会当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伫你的行中间，赢过一切的困难，赢过一切你为阮所摆落的条件，互阮会当上帝祝福满满的人生，伫阮生命中间，还有我相信上帝对咱做出来的生命来求。上尾一项，咱为着咱新的一天会当持续落去，是介要紧的。无论咱的读经的生活、祈祷的生活，牧师这前礼拜讲咱袂当停止聚会，这种爱持续下去，坚持落去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态度。所以咱毋瞒咱新的一天，咱坚持落去，坚持伫咱的工课，坚持伫咱的家庭，特别咱家庭内底可能讲侪兄弟姊妹，咱的厝内人还未信主，咱坚持为着因来祈祷，坚持为着因的生命，咱来为着因来
到上帝面前来为着这个还未信主的这个厝内人，咱来献上祈祷。咱上帝为咱摆列的一个目标，一个计划，拢是爱咱坚持落去。所以这坚持是非常要紧的。所以咱爱坚持，伫咱头前咱咧行这个路，无论是顺境逆境，坚持去朝着主耶稣基督。所以咱为着咱新的一天，咱会当坚持落去，咱献上祈祷。咱要是要为着新的一天献上祈祷，特别为着咱所有的姊妹，伫新的一天会当坚持伫咱生命的道路顶面，跑走伫上帝的道路顶面，即款坚持的信心、坚持的态度，互阮持续落去。阮坚持伫祈祷顶面，坚持伫圣经顶面，坚持伫受造就、聚会顶面。主的盼望所有的姊妹，咱在这个生命中间，在这个挑战中间，袂记你，我袂记你上帝你的引传带领，阮坚持跟对主的脚步向前来行。主啊，你是我来感谢你，还有是主啊。我来主啊，感谢你，因为你会听，你会救恩，互我能坦然来到上帝你的面前，用你来求讨你所赐落的一丰盛的恩典。主啊，要献上感谢，献上阿乐。感谢上帝你帮助阮，特别今仔早起，阮伫这所来设立这段要来敬拜你。伫新年的头日，阮伫将阮的生命阮头前的路摆伫主你的上帝你的面前。感谢上帝你透过阮伫你面前所做的这个敬拜，所献上的这个芳芳的祭，感谢上帝你会当互阮伫个新的一天，充满了上帝你大的恩典甲祝福。阮头前的道路，感谢上帝你来引带阮，当阮注目伫上帝你的身上的时阵，阮就无惊吓，因为上帝你是恩典满满的上帝，你是阮生命中间的通互我靠，通互阮会当来起调的主。阮要将一切荣耀归予你，特别将早起的敬拜，搁一遍仰望主的圣手。恳求上帝你掌权，恳求上帝你临在伫阮中间。阮也特别为着无法度到阮中间来的兄弟姊妹，因可能出外，因可能有一会着迟半，无法度到阮遮来。恳求上帝你的恩典，你的平安平平临在伫因中间。主啊，我们将早起敬拜，恭敬拜主你的圣手，恳上帝你掌权，安尼祈祷，靠照着性命来求，阿门。咱作为起立来饮酒时光，特别恩典是正大，特别恩典是正大，日日地引传，无论风雨也变节，一路被追赶。但有所舍你给我，你也无存，我在的橄榄天家花，欢乐天空，一天开一窗，可让温暖弄破酸，对咱的心慌，变往后去，我将你断。一
较紧喘，好人稳定拢无煞，开导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路，声音是好一个拢总三角，我用我们的宣告讲，伊这较要引带咱，伊个较紧喘，好人稳定拢无煞，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路，声音是好一个拢三角，我去好天的拢总三角欢喜。好天地隆重三角，我搁一遍讲好天地隆重三角来欢喜。好天地隆重三角，我去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归咱上帝，哈利路亚。山中的白灵丝，无欠过什么，山顶的白花花。春天的泡面，总是全力的上帝，每日受事真福气，好地上花的假心，献出听头的根基，要发唱满满，要歌唱歌满满，亲像海边土山，稳定主爱。到万世大，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无路清香伊名，永无山山中的白灵丝，山中的白灵丝，无欠过什么，山顶的白花花。春天的旁边，总是全力的上帝，为你受事真福气，好地上我的心，献出听他的根基，也予我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山，有天主爱你高。山中的白灵丝，山中的白灵丝，无欠过什么。山顶的白花花，春天的泡面，总是全力的上帝，为你受事真福气，好地像我的假心，献出听他的根基。也予我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山，有天主爱你到万世大。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无路清香伊名，永无山，也予我祝满满，也予我祝福满满。海边土山，有天主爱你到万世大。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无路清香伊名，永无山。让我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山。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
你万民中的感谢你，你的心是高万世界，你的慈爱挂归主你，你的心是高万世界，你的慈爱挂归主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高万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挂。用华语来唱一遍。我要在万民中呈现，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呈现，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华语的，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上大穹苍。再次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上大穹苍。哈利路亚！俄罗天顶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经过过去旧历的一年，伫今仔日，阮伫新春的早起，阮通用欢喜、感恩、祝福的心来到主你面前。是因阮知影，宇宙万物是你所创造，一年四季也是你所分派，所以阮欢喜尊叹你的教示。照你的道路，我也通伫新春的透早来到你面前敬拜，是因阮知你赏赐活命，也赏赐一切美好，所以用感恩做阮的开始，用感谢做祭，正这新的一年，阮的起步的开力。感谢主，互阮这兄弟姊妹，无论是伫实体来到礼拜堂，也是伫线顶，阮做伙组织敬拜。主愿你的恩典拢交阮支持，阮通过诗歌学乐，通过祈祷恳求，也通过阮所领受的话语，来领受到上帝的恩典甲祝福。愿你的平安，甲阮众大家三甲支持，也愿阮的礼拜归荣光伫你。安尼恳求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又愿徛伫，今仔日咱要用新的界面，诚做咱信仰的告白。咱看用台语的吼，咱看音幕做伙一声来读，来，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
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会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阿门！大家请坐。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甲隔壁来互相祝福者讲祝你有一个新春喜乐甲平安，来甲大家隔壁请安一下，嗨！咱小认一下看有人是对外地倒转来无？外地倒转来兄弟，从外地回来度假的弟兄姐妹举手一下，摇摇手，摇摇手好不好？有没有？上面有吗？从外地回来的，只有一个举手啊！好，很感谢主大部分拢是伫线顶，因为真侪会友趁这个假日出外去啦所以咱嘛大声甲因话讲，祝恁平安，好袂白来。感谢主，咱要用欢喜的心学到上帝，用咱敬拜上帝，成做咱新年的开始。咱甲时间交予咱的师会。这时佫请人起立，做伙来吟圣诗435首，等咱大家来吟诗。请坐。这时，咱做伙来祈祷。万关灵的主宰耶和华，你是阮的上帝，阮要时常学乐尊重你的名。今仔日是旧历正月初1春节，是一个主所祝福、万米拢换新、感恩的日子。愿受阮的囝儿女，全家大细，男女老幼，吟诗唱歌，
用感谢入你的门，用娱乐入你的园。感谢主，对日出到日落，对年头到年尾，拢伫保护盼顾阮，用恩典做阮年冬的温柔，互阮伫今仔日通安然徛伫主的面前，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愿感谢娱乐无线。认识主是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主的恩典如晨星，让我们真实的见到，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孩子。不论我们所处的环境如何，是高山，是低谷，是逆境，是顺境，主都与我们同行。主的祝福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磐石。信靠主的人真是有福。也许我们当中有人过去或正面临人生的低潮、困境、挑战、肉体的病痛、亲人的离去、试炼与试探。如今的我们也一起经历病毒的威胁。虽然我们不明白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但我们相信每一个试炼是用来建造我们对神的信靠。主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感谢主，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在困境中有平安，在软弱中得以刚强，在难处中学习依靠，在苦难中长大，使苦难成为我们化妆的祝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感谢主，新的一年，互阮全家大细学习过着敬虔知足的生活，甲上帝建立搁较水的关系，专心来听主，专心倚靠主，遵趁主的命令，常常娱乐。感谢主，发挥主所赐赏赐的才能，伫属灵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通得到上帝的欢喜，做一个合主心意的囝儿，保守阮的心无虚假，无讲白贼，赏赐阮食清营拢教育，有健康的身心灵。神将按照他荣耀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此时，恳求主赐下圣洁的灵，洁净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赐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新造的生命，让我们全然属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心高灵高一起，耶稣着记的我，你的心高灵高一起。这是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17篇，诗篇65篇，我来启，咱逐人来应。上帝啊！咱就伫锡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压倒我，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
上帝河水满满，你管压田园收平土地，你赐福予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草埔嘛有油得滴。草埔用羊群做衫穿，因拢欢喜出声吟诗。这是咱来恭修上帝的话。今仔日有2位的经节，第一位记载伫诗篇81篇第1节到第4节，第二位是以赛亚书65章17节到18节。咱要做伙先用现代台语来读，小等下咱就要用国语吼，咱拢做伙开声吼，无论你讲台语也讲国语的吼，咱拢做伙开声。上帝是咱的快乐，着大声称赞伊，着唱歌称赞雅各的上帝，着唱诗歌摇玲珑鼓，弹好听的琴甲瑟。着伫初一15，让节期的日分扫角，因为这是为以色列定的规律，是雅各的上帝为因设的礼仪。上主讲：恁看，我要创造新的天、新的地，过去的代志，人无搁记得，袂搁怀念。咱即个线接用国语吼。小像是诗篇18节，这是以赛亚。充满欢喜，为着城内的居民充满快乐。好，咱搁来用国语哈。要向护卫我们的上帝欢呼，要歌颂雅各的上帝，要唱歌，要打鼓，要用竖琴和弦琴弹奏美妙的音乐，要在初一15日吹号庆祝。这是给以色列的律例，是雅各上帝的命令。上主说：“我要创造新天新地。”以往的事都要被遗忘，不留痕迹。你们要因我所创造的一切永远欢喜快乐。我所创造的新耶路撒冷将充满喜乐，城里的居民要欢心。以上愿主祝福伊所讲的话，这是要献诗，咱请圣歌队。圣歌队今仔日要献的诗是让着来吟诗。
咱就来吟诗，咱就谢信歌队带来这首欢喜的诗歌，咱用普话声来学乐咱的主。咱煞接要邀请牧师来讲的吹角迎春生命更新。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伫礼拜日过人一日，咱伫将个初一，也是拜日，咱搁一遍组织伫圣殿来感谢阿拉上帝。他伫新春特别组织大家做伙敬拜，毋是讲为着安尼，到即个节日无礼拜袂使节，事实是为着咱看见一年新春开始，一年的开始。咱爱谦卑伫主的面前，佮重新来回顾，也重新来仰望，知影咱过来一年，咱需要上帝来甲咱做引带。咱要三甲分享主的话进前，咱搁一遍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真欢喜，真感谢你，互阮伫新春的时阵，阮通到你的圣殿伫遮组织来敬拜。感谢你，互阮即个福分。虽然有疫情，总是阮有好的方便。也无地到惊吓，这是阮的恩典。主，阮也为着出外，也是转去到家己故乡的兄弟，因有的伫无共款的教会敬拜，也有的伫线顶甲阮参加聚会。愿圣神施恩保守，互阮同一样的心，做为领受你的祝福。阮要领受你的话，愿你通过你的话来，互阮得到快乐。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恳求。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这个主题有一个讲叫做“分扫角迎新春”，咱也要照着安尼领受生命的更新，吹角迎春，生命更新。咱若是看到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知道说，诗篇81篇，它就是一篇在记载记载上帝要他们在新春的时候要分扫角、吹角，或是我们现在人用吹号来迎接新春。那借着迎接新春他们犹太人有许许多多的领受跟祝福咱借着犹太人所做的新春的庆祝。来回顾，咱台湾人在迎春有甚物款相像的所在，无相共的所在。当咱小等下咱搁复习这个经文当迎接新春用分扫角，也是分号就是讲号角就对啦来庆祝。这是一篇这个新年的诗篇，这个诗人呼吁同胞，因讲会快快乐乐、欢欢喜喜。来鼓舞来迎接新的年来到安尼。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有想到讲我捌听过咱教会迄龚医师龚医师因妈妈哇，80几岁后也要分这个羊角迄对耶路撒冷来的羊角这个分迄扫角真好听要分迄无简单，迄个气力比分萨克斯风较爱出力向袂赴通邀请伊本来我问龚医师，伊讲伊嘛会晓分，咱讲袂记请伊夹分扫角来遮分，互咱听一下。不要紧，咱免讲，退而求其次我要听咱的同工放一个影片，应该是音乐的片互咱知影讲伊咧分扫角是咧分什么有一个短的音乐咱听一下，知影讲伊咧分什么扫角无影像，敢若音乐尔。
安尼到遮就好，大概2分钟啦吼。大家遮拢重复啊，一个分扫角。啊，咱知影犹太人伫旷野的时阵也无啥物乐器啦，啊，所以上会咱摕到的就是迄个人迄羚羊角吼，迄角足长的角，安尼会当伫遐分。啊，所以这就变做犹太人的一个传统，伊也伫即个新春的时阵啊，要求讲遮个百姓吼，拢都爱安尼吼。伫81篇的第20讲，着唱诗歌，摇铃锣鼓，弹好听的琴甲瑟，吼音乐吼各种的音乐，因为已经到伫啊即个圣殿的即个时期啊吼。伊讲着伫初一15，咱过节日分扫角，因为这是为以色列所定的规例，是永远国上帝为因所设的礼仪。表示讲，伊毋是干那一个传统啦，这是上帝所欢喜的。啊，伫过节的时阵，欢乐这是逐个国家拢是啦。我会记得有捌一摆吼，差不多春天的时阵，差不多过节前后吼，啊，有机会去泰国参加演习会啦。啊，拄着讲，因的遐啥叫做泼水节，有无？咱即马台湾嘛，足侪即款泼水节，因为咱有足侪南洋的人来住伫咱遮吼，啊就泼水，大家淋得湿哒哒的吼。啊，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说，哎呦，这个身体哈，身上穿那么漂亮的衣服，搞啊淋湿干嘛哈？啊，原来啊南洋的人吼，因都穿简单一领薄薄的衫啦，对啊，热甲吼，压一个水吼，感觉讲好像也是过新年的意思。那犹太人有犹太人的新年，啊，咱华人有华人的农历的新年，啊，有人咧研究吼，讲事实咱即个农历的即个新年吼，即个月历啊，特别是即个农历吼，即个大家迄个节期吼，2礼拜一个节期吼，啊，即款的节期吼，是咱华人祖先开始传落来，但是拢无足正确的一个设定。后来是伫迄个明朝时代吼，有迄个天主教的宣教师，吼来到中国，啊看到中国人咧过即款的节日吼，有伊的规律伫咧，啊则用伊数学的头脑啊，甲咱华人的即款农历啊，甲算落来。话咱讲闰月，这嘛拢是一个设计嘛吼，无较早的人毋知影，啊所以这嘛是真正讲啊对基督教吼、天主教对中国的一个贡献就对啦吼。啊，咱知影，逐个国家无共款的即个庆祝的方式。事实今仔日我有看到咱兄弟姊妹吼，有真侪兄弟姊妹，可能疫情的关系无出外啦吼。啊，对外地，我记得都有甲咱问讲，有大日转来亚洲都无偌济，可能表示疫情有影响吼。但是咱嘛知影讲有真侪兄弟借即个机会出外去啊。我会记得较早较少年的时代吼，牧师咧牧会，也是家己的教会吼，大概是过正是所有一年内吼，会友参加聚会上济的一届就对啦吼。敢若算除了母亲节以外，就是过正安尼。所以表示早前咱较惯势吼，讲大家组织做伙，吼，转来家己的所在，啊，亲情50来做伙。但是今仔时代变化，包括佮加上有疫情吼，可能你我大家啊无一定爱自做伙，颠倒是即个时间，足侪人爱去外口露营，吼，啊去外口佚佗安尼。听讲有人迄个箱仔车吼，改装做即个露营车吼，哇，足受欢迎就对啦吼，听讲安尼真好卖安尼。可能佫无偌久吼。咱足侪家庭吼，讲要大家自做伙做伙食年夜饭，那可能会取消去啊。可能吼，咱用迄个虚拟实境的吼，啊，搭电视甲放落去，啊，大家你伫台北，我伫台南，啊，大家嘛做伙咧食饭安尼，啊，都伫遐大家热手安尼若定吼。啊，咱嘛看见着讲，今仔日有真侪的迄个时代的变化，引起着咱即个过节的习惯嘛咧改变。事实一个节期会遐尼固定、遐尼继续，就是亲像即个圣经内面写，你着安尼做，旧年也安尼，今年也安尼，毋但会当行到一个节期，
啊无今年共款，明年无共款，咱大家就乱去啊吼。啊，所以犹太人用分扫角来过新正，啊，这是一个上帝所予因祝福的时间。啊，我相信逐个人无共款的节期，拢是用欢乐、食物件、庆祝、亲人聚集来做一个基础就对吼。啊，那这是现代的中文，咱就无读。啊，这是咱犹太人分扫角的一种一个相片吼。啊，咱分扫角当做因一个欢喜，还是庆祝，还是荣耀上帝的一个记号。但是当咱看去这个庆祝的外表以外呢，咱通想3项啦。头一个就是犹太人因咧过新春的时阵，过春节的新侵占的意义是爱庆祝生命的可贵啦。就是讲，我为着会当过新年，有新的一年，这个生命得到上帝的赏赐，我爱感恩。所以安尼姊妹，咱爱伫新春的时阵，大声献上感谢。事实哦，这咱的祖先嘛，拢已经受变啊，有无吼？咱知影讲辞旧岁，辞旧岁捌听过吼？辞旧就是说过去一回吼，哇，好不容易度过了。那个岁，较早讲年兽对不吼？好像会把我们给我们一些伤害，但是平安过了，爱欢喜过安尼。表示讲，这个年好过歹过，嘛是一个心境足深的一个感觉。咱要过新的一年，咱得到新的一回。少年囡仔、细汉囡仔讲，哇，我加一回欢喜个。咱较有岁的人感觉讲，哇，还阁过一回去啊，会当平安过是上好啦，所以庆祝生命可贵。第一节伊安尼写讲，咱爱互为咱的上帝欢呼。爱欢喜俄罗雅各的上帝，表示讲，咱伫即个新春的时阵，爱先对上帝来欢呼，爱对上帝来俄罗来感谢。所以也因安尼，咱为了过去的一年感恩，嘛为了新的一年来求上帝保守。所以伫新年咱要庆祝将来的生命呢，对无？咱过来的日子是安怎，咱都爱遐老者庆祝。咱看见即个社会对着疫情嘛是咧改变啊。较早讲着爱过正时啊，着爱抢头香。即马讲都疫情无差嘛，袂要紧伊嘛是咧改变咧。所以即马讲去到庙呢好亲像会影响着疫情啦无归去啊。要点光明灯，我替你点，你网络甲我寄钱来就好啊。事实逐项拢咧改变，但是唯一无改变的是，咱知影过新的一年，咱来求上帝将将来的生命替咱备办。所以，咱庆祝将来的生命，嘛庆祝咱子子孙孙的生命，人类未来的生命。现在咱华人会讲，来，在我们在除夕的时候聚集来做这个年夜饭，那为什么要压岁钱呢？钱为什么要压？压岁钱什么意思？迄拢是甲生命礼仪有关系，对无？就是讲是大人用红包来甲囡仔缀，表示讲互伊平安过日就对啦，平安过新的年，爱咱平平安安、聪聪明明大汉安尼。所以咱有时咱教会当然无用这方面，咱就用除夕的感恩礼拜、家庭礼拜，那为小孩子祝福。所以钱济少当然是囡仔嘛是加注意啦，但是那个意义重一点是为他新的生命、新的一年的生命献上祝福，特别由长辈来祝福。所以咱伫新的一年，圣经讲叫咱都爱互为咱的上帝欢呼。爱俄罗雅各的上帝，是不是这个意思？第二，圣经嘛对咱提起啦，咱拄则读的经节无读甲了我用咱1节到第10节这段经文做伙来想。伊第2阶段讲，你爱会晓甲你肩头顶的重担刷去。第一爱欢呼，第二移去你肩上的重担。诗篇81篇的5到6节，台语讲，伊伫出发攻击埃及的时，把这个诫命颁予以色列人。我听见
有车锁的声讲，甲你经常会重担倒去。我要互你放落装满装啊角的篮啊，安尼。这段经文是在告诉我们说，上帝替我们攻击敌人呐。但是有一个，他说我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奇怪，为什么要陌生？那表示说，人在自己所处的处境当中哦，有些是自己的想法跟意念，但是又听到一个很特殊的声音，因为那么多声音你会听见，而且是陌生的。如果不是跟你的生命有产生连结，你怎么会记住那个声音呢？所以人在遇见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开始的时候，你会三心两意，你会想东想西，你会观前顾后，你会想讲这好无，迄好无？有的人过新年爱找一个新的工课，有的过新年爱有一个新的旅程，有的人过新年可能爱想派去外国。那种种的安排，圣经讲，我有听见青疏的声啦，吼，有陌生的声音，讲要把你肩上的重担放下来。所以诗人呢，听见有陌生的声音，那因为我们常常听见很多世界的杂音，所以你要认真去分辨，讲这是上帝的话无？若无上帝的话变青疏，你家己的话所变做。你主要的选择，那把重要上帝的呼召说当作陌生，因为咱陌生，咱就较无敢相信嘛。陌生的时候，你会感觉讲这敢对，我都爱听伊的，还是听我的。所以咱学习这个圣经讲，听起陌生的声音，这个陌生的声音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呼召跟祝福，讲咱来把咱的重担放落来。今日即位，咱过去这2、3礼拜吼，的确你足认真咧摒扫你的内底，对吧？吼，除了把你的灰尘啊、一些肮脏的东西洗干净之外，还有一个重点是，你会把家里已经1年不用的东西都把它清出来，然后拿到外面去丢哈。这2、3天哦，我们教会前面那个广场哦，常常都有垃圾车来啊。哇，很多人都大包小包都拿出来，准备要丢哈。有时候哈，那个就回收的那个爸爸上没有来哦，竟然把我们丢在门口啊，好像要教会来帮他收的样子哈。我就赶快跑到那个前面有一个阿伯啊，他常常在收那个回收，比如说阿伯啊，拜托哦，一包就大包吼，我唔知要放到倒，你来甲捡去看有路用无安尼吼。所以现在有时候都要拜托我们的干事说，你在我们1个礼拜有2次回收的时候，你要出来看一下。有的人哦坏习惯啦，伊知影讲可能有人要捡，伊唔是讲雕工，伊就我放到遮唔免等啦，等了就有人会收去，就顺其自然就把它丢在那边。没想到那个捡破烂的或者说这个回收的还没来啊，没来就丢在那边了。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这几天休假的时候，哇，用车子载了很多回收的2手货，有的还是新的哦，放到地下室去为了让别人也能够，对别人来讲可能是新的东西。那这些卸下，这是我们生活上的必须啦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还有包括前几个礼拜我们上了一个课程要怎么样清除我们家里面的东西。有时候真的要割舍，非常的不舍，因为这个曾经跟你有感情嘛。但是上帝说，你要把这个重担卸下来，要把这个重担卸下来。他那个语句是非常的实际，他说把肩上的重担移去，而且你放下装满砖块的篮子，迄无必要，无价值。你心内有重担无？你心内有苦楚无？你心内有快乐无？你心内有足侪感情上、家庭上、朋友上迄款的担，你爱会晓过来甲伊放落，你要来甲放落。我会记有时看到迄个咱的网络内底有短片啦吼，伫讲耍笑的短片，一个人开车对边过，看到一个人担足重
我来，我甲你载你一程，哦，迄欢喜啊，甲洗倒车，啊一个甲迄男摕去车顶，啊人也爬起哩，啊爬起了吼，伊佫卷起来咧，伊佫甲迄男卷到车顶就对啦。啊讲车甲你载，你佫毋，啊你佫改干，啊什么意思？他下意识的说：“我挑在肩上才实际，才是我的，放在车上说不定会丢掉。”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犯了这种毛病？我们以为是宝贵的东西，其实是应该丢的，应该割舍的那些不好的情绪、忧愁，甚至很多人伤害我们、得罪我们，你也把它保存得那么好，放在心里面都不放下来。所以你要学会把担子放下来。马太福音11章28节，耶稣也是这样跟我们说：“讲劳苦背重担的人，拢就来我家，我要互恁安息。就背我的担对我来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安尼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你都爱会晓得到安息，这是耶稣对咱所讲的吼。”这是真正你们生活要轻省最重要的地方。再来，诗人又提到说，在风暴中的隐秘处，在风暴中的隐秘处，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经文非常贴切的提到我们这些事情了这个在7节的时候，他说：“你遭难的时候呼求我，我救了你。我从风暴中的隐秘处答应你，我在米利巴水泉边来考验你。”这个经章咱后壁会看到，但是我咧讲是安那，上帝讲我伫风暴当中来回应你的呼求呢？为什么在隐秘处、风暴中的隐秘处来答应你呢？兄弟姊妹，咱知影咱人生中间有真多的风暴啦。当风台来的时候，咱都想讲找一个所在，通去避起来。风雨，特别有人咧爬山那到山上遇到风雨的时候，那就不得了了，赶快找一个遮蔽处，能够安歇，不被淋雨。但是在风暴中的隐秘处，上帝在那边来回应我们，表示说，风暴比喻人生会遇到的风浪，隐秘处是什么呢？隐秘处，咱实体上就去找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嘛，咱赶快咱台湾是安那遐侪钉仔脚，有人研究讲奇怪，咱去香港也无看到钉仔脚咧，南洋嘛无钉仔脚，敢若咱台湾有原来迄是咱的祖先留落来一个智慧，因为咱台湾足侪有时着突然间西北雨就来，西北风来走袂赴你也无摇雨伞，嘛无地无赶快避一避钉仔脚。所以咱无定看到有足侪迄个市长拢讲我要路平专案，我要打通骑楼，是为了让行人平安，不会被人家占去做生意或是停的车那实际人生的隐秘处，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你有没有信心？你的信心就是你的隐秘处，你有办法去抵挡一切的风雨。诗篇81篇第7节就是这样讲，讲伫患难中求救，我有透帮恁，我有解救恁，我对雷在弹的蜜蜂中来应答你，比利巴的水泉边来刺激你。现代本在这边那神在这种隐藏的地方回应你，就是表示说，你遇到人生的任何的波折。你未来的一年有什么样的挑战？请记得，在风暴和大声轰轰隆隆的吵声当中，有一个隐秘的地方，有声音告诉你，那个声音就是你内心跟神的连结，是一个信心的地方。神要告诉你，你勇敢的向前走。期待我们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们面对种种的考验，疫情到底会不会结束，也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到底会受什么挑战跟影响，我们都不知道。但请记得，在这个慌乱当中，在你内心的深处，你跟神的信心的连接是最大的。因为诗篇81篇的第10节这样的回应我们，他说：“
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换句话说，在摸索前面的道路，在暴风雨的环境之下，可能你自己一时失去了准头，或是失去了一个主张了。但是请记得要对上帝呼求，因为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拄则咱不是有听见话讲，我听到陌生的声音吗？换句话说，我们人在追索前面的道路的时候，因为不确定嘛，因为很多资讯让你混淆嘛，所以你到底是听自己的声音，还是听到那个神的声音？你已经很久没有听了，你以为是陌生，其实那个才是真正上帝的声音。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灵修，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是因为你听了才不会觉得很陌生，好奇怪。在风暴中怎么有声音可以听得见呢？在隐秘处怎么有上帝的声音呢？是因为你安静不下来嘛。所以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在风暴当中你会安静下来。当你安静的时候，你才能够处理任何的可能性，任何的挑战。啊，所以诗篇81篇第10节，我是上主恁的上帝，我要带恁对埃及地上来，恁的嘴就大开，我就互恁巴掌。我们常常把嘴闭着，因为你紧张嘛，你慌张嘛，你紧急嘛，你没办法轻松下来。但是神说，你把嘴拍开，我就要大大互你巴掌。有时咱是家己找无迄个巴掌的所在，找无人生心灵的巴掌，找无人生工作生活的方向。啊，所以愈紧张，咱嘴就愈喊嘛，对不？敢有人讲愈紧张嘴哈哈无啦，愈紧张越紧张，嘴就闭得很紧，甚至有的人连半夜都还比嘴闭紧。那么听讲，我们在人生有焦虑的时候，晚上会磨牙，有没有？就嘴巴一直咬得很紧，是因为你好像某种压力在。但是神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要给你充满。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经文和本。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我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吹角迎春，要赞颂神给我们新的生命，也为未来的生命求神来带领。第二个，我们曾经在风暴当中感到去向不明，我们没有办法走前面的路。神说：“我在风暴的隐秘处对你说话。”你听到这个陌生的声音是神给你的声音，你要仔细去分辨，你去把握，你确认你的方向。神说：“你要大大张口，我要给你充满。”我们不要自己因为紧张害怕或是不明，所以连嘴巴都不愿意张开。神说：“我要给你充满。”最后一个是看哪，我更新一切，看哪，更新一切。以赛亚书65章17节到18节，上主说：“上主讲，恁看，我要创造新的天、新的地，过去的代志，人袂阁记得，袂阁怀念。你就因为我在创造的一切，来永远欢喜快乐。为着我创造的耶路撒冷充满欢喜，为着城内的子民充满快乐。”新的现代译本我们刚刚也一起读过了。各位弟兄姐妹，这边在提到说，我要创造新天新地，过去的事没有人再纪念，那是多么让人家奇妙的事情。你记为我们面对现在疫情的挑战，其实我们面对新的未来，我们还是不确定，真的不敢确定。唯一能改变就是神。我们一旦很多人生无法克服的事情，你要谦卑下来说：“主啊，唯有你能改变。”我记得18、19年前台湾不是遇到也是同样跟这个肺炎有关的，就是 SARS 嘛。那个时候第一次碰到，紧张的不得了，但是没想到过了2、3个月，暑假到了，突然间所有的疫情都消失掉了。这些医术人员、这些专家都还研究不出到底什么原因已经有消失了。
人的力量要打散它，打不下。像这一次新冠肺炎就没那么简单。那专家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多少人一直研究疫苗，研发疫苗，研发新的变种又来了。所以咱世界有一派人因无相信疫苗，你敢知影？讲疫苗未可靠，一个搭一两冬就要发明出来，唔敢做啦，唔敢做。嘛有人坦白讲，做落发生代志比染到会较严重。这听起嘛，改成有伊个理由就对啦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这个疫情到底什么时候要结束？你知道吗？要用什么样的疫苗才能够把一切的病毒打散呢？我们已经住了3剂了医生说也不敢保证你不会得到啊。那有的根本没打，但是他没有感染到就没事嘛。上主说：“我要创造新天新地，以往的事要被遗忘，不留痕迹。”其实以前的世代不知道多少次曾经感染过这样的事件，但是一旦过了没事了，大家都忘记了。所以在新的一年，牧师邀请大家，就说人的力量真的很有限，疫情一变，我们都是人仰马翻了。他求神，这个创造新天新地的神，他赐下平安给我们。也许有一天突然间，我们再怎么戴口罩，我们再怎么打预防针都不用了，因为病毒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消失掉了。因为它一直繁殖到最后，好像可能它有它的极限吧，那就消失掉了。那如果从信仰来讲，上帝让它休息了，让这个病毒又回到它自己原来的世界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启示录21章5节这样告诉我们说，大家也讲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我将万物拢换新。伊个讲就写起来，因为这话真实可靠。这时候坐在宝座上的那位说：“看哪，我更新一切。”他又说要写下来，因为这话是真实可靠。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期待、盼望，有多的祷告，但是我们一起来祷告说：“是啦，上帝啊，求你更新一切。神的恩典比我们人类花出多少心血要来抵抗这个病毒，他只要话一出口，事就成了。期待在疫情的威胁中，在苦难恐惧当中，我们听到上帝的宣告：看哪，我更新一切。更新一切是神最根本，是他的能力，不是人的能力。期待咱在新的一年，事实咱过去这2年的日子，一方面咱伫紧张艰苦的中间，但是一面咱上帝咧引带，咱来知讲台湾竟然是在绝处逢生，对吧？在困境当中，我们向前呢。谁能够帮我们这样做这种事情呢？只有神呢。台湾的经济发展得很快，我们的产业也发展得很快，我们的 GDP 竟然已经赢过韩国了，那个是我们无法去想象的事情。我们的国际的一个视野跟国际的关系，也因为种种的，不是咱自己出力啦，就是神的恩典，让我们一一突破。我们确信，我们如果走在神的道路上，我们确信神要更新一切，我们就可以面对新的神的恩典跟祝福。愿弟兄姐妹大家用这样的信心迈步向前，在2022年，我们得到一个更新一切。神要在各样情况当中说，我要将万物更新，我要创造新天新地。这是我们人对上帝最大的盼望。求神也赐福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自己的人生当中，也是创造新天新地创造一切。愿神赐福我们。我们这个时候要唱一首喜乐的诗歌，刚刚我们有唱过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天父恩典真正大，咱坐咧吟坐咧吟。
天白云电真正大，日日地因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做伴。咱着笑脸伊的阮，日日也有春。好在的艰难变正欢，欢乐变福气。伊定较因带，互人阮天拢无煞。伊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就学乐，为啥吟诗？互天地拢总三家欢喜，伊定较因带。伊定较因带，互人阮天拢无煞。伊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学乐，为啥吟诗？互天地拢总三家欢喜。感谢主。这以下这个短短的时间，是我们跟神回应跟祈求的时刻。我们用虔诚的心在主面前，咱个上帝祈祷，讲主啊，我们要用本格来庆祝新年，因为阮为着生命来感恩，我为着新的一代的生命来感恩，为着阮将来的生命来感恩，因为这是主你爱阮所做的。用本扫甲，用欢喜庆祝来过新年。第二，咱甲主祈祷讲主啊，求你让我学习卸下我们的重担，人生的残累，许多的忧虑、烦恼，求神帮我们卸下。就像主应许我们说，要把肩上的担子放下来，要把充满砖头的担子放下来。求主让我们轻松的迎接新的一年，有力气、有信心迎向前面。第三个，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都是被更新的，因为只有主有这样的能力更新我们的内心，更新我们的一切。也求主赐下新的力量，在我们台湾这块岛屿这个国家，保守我们很快来走出疫情的威胁。第二个，咱来为着新春这几日的假日，咱亲人有的人可能无机会做伙聚集，有的人有倒转来，求主保守，互咱过着一个快乐、平安、欢喜、受祝福的新年。咱为着出外，有无论开车、坐车，大家出入有平安。第三，咱伫这疫情出外接触人的时，也求主保护咱，让我们不受疫情的干扰影响。最后，我们为在春节当中有病痛的兄姐来祷告，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到外地去旅游那样的喜乐，但是求神亲自安慰跟扶持。我们教会在昨天有一位姐妹叫做张美玉姐妹，在除夕的时候，她被神接去了，也求神安慰美玉姐她的家庭，也为后来要举办的丧礼一切都很顺利。最后，你为自己的家人祝福祷告，求神将这样的恩典赐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你所感动、你领受到的，就开口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咱做来祈祷。伫你的主上帝，感谢你的恩典甲保守，你的施恩赐福伫阮正人的中间。主啊，帮助阮用欢喜、乐庆祝来过新年。阮卸去阮心中的重担，阮有助力通担，阮大大开嘴，阮就要得到充满。阮求你帮助，阮看见上帝你大生命快乐完成一切。阮也求你保守阮伫春节过假日的时阵，大家出入有上帝你的保护，出入拢平安。阮有亲人聚集，阮会让无受到疫情的搅扰，大家人心平安快乐。
我若求主保守阮迎至新的一年，由你换新一切，阮得到新的生命，得到主你的能力甲祝福，帮助阮看见主你的恩典甲开力，感谢罗你。我为着病痛中的兄弟祈祷，求你施了怜悯医治，也为着美玉姐伊的家庭，求你亲自怜悯，看见上帝你的安慰甲因当中来，感谢罗你。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福分，在新春的头一天，按照上帝的规律，我们到主面前唱诗歌迎接主，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吹角来迎新春。主啊，是为我们的生命献上感恩。主也求神赐下你智慧跟力量，圣灵的保守，让我们卸下旧的我、重担的我、那些残累的我，在新的一年充满了轻盈、快乐、活力，面向新的人生。主也求你保守我们台湾这块土地有神的更新，你更新一切，创造新天新地在我们当中。我们求神你奇妙的功，让这个疫情能够早日消除，让我们用谦卑的心，不再自大，不再破坏环境，能够在神面前过一个新的快乐的生活。求神保守我们在新春的时候，大家出入平安，亲人相聚有神的保守。也求你带领我们教会当中有病痛的兄姐，求你施下你的医治。我们会有被主恩召了，求你也施下安慰在他们的家庭当中。主感谢你，让我们在这边的聚会满满的恩典跟我们同在，也让我们回去的路程有神特别的保守。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是咱做伙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这是我来报告。大家平安，新春恭喜！安尼这声音无大声。新春恭喜，祝寿福利。咱伫过年的时阵吼，心着爱甲放互开，欢喜吼。这是咱台湾人实在是真有福气。咱有2个年通过，一个是国历的新年，
即个国历的新年呢，咱是甲全世界的人做伙来庆祝。第二个年呢，就是咱今仔日要过的旧历年。旧历年呢，就是属台湾人、华人伫咧快乐的日子啊吼。特别了，咱旧历年比新历年呢较热闹，对无？是安怎较热闹？咱真重视嘛吼。当然这刚过去，咱是与农历无有关系啦吼。较欢喜，搁较热闹，搁较放假搁较长。较长呢，咱会离外面咧求学啦，是讲工作的囝儿因就会当转来，大家全家团圆。感谢上帝保守互咱伫过去的一年，咱拢会当安然来度过。这若毋是上帝恩典，人算啥物？所以天父恩典真正大。互咱有智慧，今仔日有智慧，用敬拜上帝、学乐上帝，做新年的开始。这个起点是真要紧吼。咱嘛求上帝施恩保守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伊所疼的囝儿，伫新的一年，无论咱是顺境也是逆境，咱的身体也有健康，也是大好，有得到无病，拢有上帝平安充满伫咱的心中。因为咱所信的上帝，伊的确要带领人头前的路站。申命记12章11章12节安尼讲：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上帝的眼目时常眷顾。这个时阵，请恁着开声吼，拄则牧师有带人讲做伙，跟你前后左右，咱搁一届啦吼，好无？好，咱跟你的前后左右做伙来讲新春恭喜祝寿福利。这个时阵，咱着做伙起立来唱即个，听互人自执做一过，毋是听互人欢喜过新年，听互人欢喜过新年，听互人欢喜过新年，上帝听互人欢喜过新年，听互人欢喜过新年，再一摆，听互人欢喜过新年。搁一摆，你有欢喜无？听互人欢喜过新年，过新年，上帝听互人欢喜。咱请兄弟来唱，听互人兄弟哦。恁的声音，上帝拢有听到。上帝的确要祝福你，咱请姊妹。咱做伙搁来吟一届，听互人。搁一摆讲新春恭喜，祝寿福利，请坐。咱伫一年的开始，咱除了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咱嘛着用即个感恩的心来奉献感谢上帝的带领保守咱有健康的身体，有工作的能力。有才能、有智慧，才有趁钱的能力。这咱伫申命记安尼讲，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能力，得获财的能力就是趁钱的能力啦，是他给你的。
如果我们咱若是咧艰苦，咱就无法度通去工作，咱咧艰苦的时阵，迄个咱的金钱就爱用去这个看病，所以神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那就是一种祝福，所以我们有在从小这样教育当中，让我们呢得智慧、得聪明，得到了这个工作的能力，这个就是得货财的能力，所以咱的无论你是安那，你的奉献，上帝拢有看到，咱是一种感恩。咱伫新春的期间有真侪人已经出外去佚佗。咱讲新春嘛，就是爱去行春小等下若要转去，会当去行春一下咱鼓励大家咱若是要做伙出去的时阵，会记得先用祈祷祝福了较出去佚佗，上帝就甲恁三甲地地咱可能伫即段时间有要爱甲咱的兄弟姊妹去佚佗，是咱讲爱咧回娘家嘛，这个行程要出发之前，我们都可以用祷告再出发，别忘了要加强防疫的措施，疫情还是在啦，所以我们自己也是要注意到这个，在我们的圣经里面都有记载。所以这咱家己就爱去做好自主管理，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平安喜乐、健康快乐的春节假期，这个非常的重要。咱煞讲咱过年咱在座拢是爸爸妈妈还是讲阿公阿妈，过年囡仔人，咱做囡仔的时阵，咱有囡仔的时代嘛做囡仔的时阵上欢喜的是啥？过年上欢喜是啥？领红包对啦，你想要领红包无？你敢有要领？嘿，你嘛要领红包，我嘛想要领红包小等者，咱每一个人拢会当领着红包，咱即个红包的祝福搁较大咱首先呢，要请小朋友，咱的国中以下有无？看起敢若无几个。跑出去来。国中以下有无？我们有准备红包嘛？有没有？那个有 ，OK。国中以下，赶快，动作快来，快点来，你们也是来2位，对。好，国中以下。他们2个国中以下长得很高来，比牧师高的国中以下，好。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来，发红包的是谁？你们2个比较高，发给小朋友是牧师吗？来，牧师红包在这里，赶快来，在牧师那里来，赶快。来，小朋友过来。好，来，中间一点，来，不要透露远。中间一点。来，拿着，等一下照相好不好？来，好，小朋友新年恭喜。好，新年恭喜！哇，还有小 baby 的，还有没有？还是呢，0岁以上都可以小 baby 还在你的肚子里面，妈妈可以来有没有？新年快乐！有这样的姐妹吗？新年快乐！来，中间到那边。还有上面还有人，是不是要下来了？新年快乐好，新年快乐，好，还有没有？国中以下的。好，来，这个0岁的，对，还没出生的也有。这准妈妈好，先为你祝福。新年快乐！还有，后面还有。还有没有？我们请同工照一张，照一张。来，那边还有一个小朋友，来，好，先照一下，好，来，先照一张，下一个好，我们给他们掌声一下。好，新年快乐，小朋友，新年快乐，好，谢谢小朋友，你们还有没有？等一下没领到的来找牧师好不好？好，小朋友来，可以坐着。回家了，等一下呢，来。拍手，谢谢小朋友，谢谢。咱分囡仔分了咱即摆要来分红包咱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咱请咱的中级来，咱这个祝福更较大这个是经文的祝福，来自神的祝福。上帝的祝福，
紧，牧师因有分配。不，咱的施工团队队长、小组长都可以帮忙，拜托，这样比较快一点。小组长也可以帮忙，长职都一起来，长职一起来帮忙哈。哎，不用客气哦，哈。拢有摕到无？有哈，阮今年吼较慎重哦，毋是你要出去的时候互你，你坐咧的时阵，中一来分互你，吼，啊你爱感谢吼，感恩。啊，即个时阵呢，咱小等下要请牧师吼来甲咱祝福。啊，即时阵咱要邀请咱一个姊妹吼，秀琪姐，今年92岁，啊，咱要请伊来代表吼，来牧师来送互伊。啊，你有摕到迄张袂？来，咱成功有你的迄个红包摕到啊袂？来，我们请童工拿红包过来。我也没有啊，不在我手上。来拿两个，满族长老也没有，2份。满族长老也没有啊。我们的诗琴有没有？诗琴也有啊哈。好来，好谢谢。哇，主恩满意哈。来，咱一份吼，咱的秀琪姐，啊，你甲头开，满族长老，好，甲头开，来，甲右开来。好来，这个是恩典卡啦，吼，恩典卡，啊，我念一段就好，好无吼？讲亲爱的囝儿，我听到声音，哈，好亲像。我有时听到声音讲，哪拍拼哪失去，但是呢，这是白贼的话，是对的话，你唔通相信。当你感觉到困难的时，你爱讲，哪困难我要往前行，爱服侍我的主，我就会得胜。唔通亲像以前妥协退后，唔通轻易受人影响。是就是是，唔是就是讲唔是，唔通做袂当做的就是唔通去行，爱行伫真理甲我的道路中，保守家己，常常伫主完全的听。我要祝福你恩典满满甲丰盛，听你的天父上帝安尼。咱甲泡花一个，这张你的哈，来，我们为每一个人，你有没有打开你的祝福的话哈？我们一起来求神。快乐平安。泡花，咱做来祈祷，再来结束哈，咱做来祈祷。也为你神对你所说的话成为祝福，在你的身上，在你接近的一年，一起来祷告。谢天父上帝，我们借由这个恩典卡一个小小的红包，我们不是只是得到世上的财富，而是得天上那个不可夺去的财富，就是神的话，神的恩典。求你这些话语激励我们来平安度过新的一年，蒙神祝福，也能祝福别人。让我们在身心灵生命都得神的帮助，让我们在生活上为主做见证，在我们工作、家庭健康、孩子的成长都得神的保守。再次献上感恩，求你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满满得神的恩典，带着祝福回家。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谢谢何信姐多谢，好，请回座，多谢，谢谢。咱秀琪姐吼，今年92岁，看袂出来吼。啊，咱每一个人吼，拢真正望上帝祝福满满。有一天伊咧做礼拜的时阵，惠鹏长老伫后壁讲，秀琪姐92岁啊，还阁举手咧敬拜，伊特别走来甲伊翕一张相，伊感觉真感动啦吼，真感动。啊，愿上帝拢祝福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安尼吼。咱做伙起立来吟上营的诗歌。恳求主引带我脚步，
吟诗线请牧师来祝祷。困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困求你甲我带个保护，假使我言行欠美是正，我那日轮求你改变，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灯。对吹引带是袂难，这是我人生必称望。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帮赞，伫新的一年，赐了恩典满满、福气满满。愿神的恩典满满像年岁的冠冕赐福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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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咱来默祷，感恩来闭会。